小事明真相，庐山的虚生世上，说什么非没有错，为红事是心不悲，连日旁，却原来我父心声是修才，我母亲之真来了，来了。母亲生郎烈美为，莫非他因问为山到师堂，请开门来。原来是贾元公驾到。师堂，小生高中贾元得来报恩尽孝。是此贾元公，请。师塔法并以明怀自珍，师塔法教自珍，与我母亲是同命，不知他是非是我生生请用当莲子多谢。
要是他呀，去到林子便是你，恰谁知林子心中苦半分。贾元公，请到外殿进香。请。方生寺内多云，小小一云随娘亲。三天天堂路，下照一日八人地狱门，先是沙点琉璃灯，精神神的好眼睛。恨真我先是为点琉璃灯，今是为生好眼睛。贾元公你上莫君君别有人，真是为生好眼睛。我先是啥点过琉璃灯，为什么我有眼不识亲娘亲？贾元公你高堂上亲举前在，真是为见亲娘亲。是他呀，原在我并非细心子，可怜我孤儿离娘身老成。
双亲在何时离别父母又为何因？为知师母无帮人，领当师父万是平。我李母此日在襁褓，这子娘不病不苦，是故出家人。请载我来。他神态色郎平有意，难道他果真是我生母？恰回我时日不肯将儿生。难分辨，他娘也是出家人，几张巧事，并以其他不是母儿，是无谁？总算他生死相我儿，真乃是无语绝世。难做真。贾元公，这里就是芦荟堂。请问是他这芦荟菩萨与何灵神？苏芦荟能知流年吉凶祸福。哦，是此，请使他为我说上一说。贾元公相思16岁了。对呀，想不到是他，倒还记得清楚。请问贾元公是哪一只家先进芦荟堂的？我是御家先进来的。得凭你数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生归生。
什么经？念的是卢汉经。是他，因我不在属下去了。那就是这阵长妹卢汉。哦，这长妹卢汉乃自何吉凶？长妹卢汉乃是自长寿即将之上，保佑家女公万事即将如意，早日寻到娘亲。长妹卢汉我定的莫被同情人，我望大仙心为灵，大仙年高阅历深邃，察事情失人心，人家是母子团聚天能容，我恰是一层娘胎的十上亲，我父娘亲故，神我在你保佑，我神娘不保居老恩，娘啊娘，你可知孩儿母娘与他先把电话是我真儿子，他伤心我伤心，我娘儿都是他。那便就是送子观音，求男得男，求女得女。送子观音，我绝不得我去女的，此话当真？大是他背的送子观音，娘娘。深深的送子娘娘回灵光，巧为我你还苦冤在这落尘，观音娘娘啊，望有一片是非心，恰为我胡乱送子害杀人。你送兵送府都好送，为什么将我出送回郎门？送子观音娘娘啊，我问你闭门一从我的父母人，死心不悲，我的娘亲红深深。观音大士，我的亲在家却是要你金鞭不算是叫来生娘亲，心爱可难忘，真是刚到此难离身，死生的儿子真看清，一个的儿子啊
10分，高平市政不理睬，考上不走而进门，我儿在高旁人愿真人儿好先生，必是为娘撇上心，多只为世道先不用情。
亲，我是你生，贾女公，速速为夫去吧。儿的亲娘，谁是你的娘亲？你快为夫去吧。娘亲不认孩儿，此事是孩儿不孝，孩儿告辞去了。娘啊，快孩儿相养，一片苦心，你就相认孩儿了吧。谁是你的娘亲？贾女公，不要胡言乱语，少了我们亲贵。娘亲啊，这画中之人是哪一个？他是一真神呐，是神又是那真人？他是一真神上神，他是神，真有情的，莫非他就是我无神？他不是神鬼神，他不是你无神鬼神呀！我谁把身子拆了神，他脸色书生生气，你啥不肯将儿生？儿宁愿上归娘亲膝前不起身。能杀人，闹什么世道险恶说先生？儿不去毁了公卿，儿不图利落虚名，儿不要2年千金，儿不退。把去！那荣华富贵辛苦跑，跑不下这母子浑噩一片地。娘啊娘，用孩儿是恭喜下，尽孝心，也不忘这羞死本儿生。